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欢迎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咱要讲的主题是路平政策。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带哈，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不能超过2.5、2.4啊。台南市南区民兴路是连接喜秋园里旧部落甲市区的重要道路，因为年久未整修，路面受损严重。今摆已经完成第一阶段道路抛坡。8月2号，工务局特别举行路病专案记者会，由黄市长带领市府团队向市民报告路病好消息，同时强调市府伫有限的财政预算下，有愿的努力提供市民完善的基础建设，让市民的生活更加好、更加便利。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明星路路平第一阶段的这个工程竣工，我们非常感谢工务局朱局长以及所有同仁，大家很辛苦，在很短的时间内面临很多的工程挑战，来完成这个路平的工作，这也是民众基本的需求。那也感谢议会许多议员，在我们南区本地的议员，大家非常用心真的是督工非常密切，在议会质询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明星路的路平，我们第一阶段完工，第二阶段紧接着也要紧锣密鼓的进行。市府团队相当重视地方居民甲议员的施政建议，道路平整、电三地下化这种基础建设，拢希望伫有限的财政预算下，尽力做甲上好。黄市长感谢各位市民体谅工程进行所带来的不便，市府团队将会尽心尽力将建设做甲上好。明星路路平赞不赞？赞。OK。咱知影吼，伫路面若是咧行路，或者是讲你坐车啦吼，路若是咧坎坎坷坷吼，那么这个情形呢，互咱感觉讲不舒服，而且呢，除了讲不舒服以外，嘛有可能造成这安全的问题吼。那么这几当呢，咱市政府为着要互咱的乡亲朋友，大家伫路面咧行路的时阵，会当安尼足平顺的而且呢，互咱这个民众呢。伫咧路面除了讲平顺以外，嘛会当互咱更加安全。搁来就是讲，因为这个路平专案开始了除了讲互咱行路的这个中间安全平顺以外，搁来造成会当提升咱台南市的这个市容，互咱的这个景观更加好啦那么咱今仔日针对这个路平专案、路平政策咱邀请到咱台南市政府工务局养护工程科科长范炯业科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咱做伙来开讲这个议题。科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我咧想有一个民众可能甲我相像有当时路面忽然间看到一个红布条这红布条内底就写讲路平专案然后呢几年几月几日到几年几月几日那么大概有的民众看到的时阵，甲我拢有类似的这种情形，到底这个红布条伊的意义是啥物货搁有咱最近台南市政府安尼咧推出这个路平专案已经好像也有几年的时间了路平专案到底伊的内容是啥物货？科长甲咱介绍一下。各位观众报告，咱路平专案咱平常时伫路面看到一寡咱咧铺路通常咧是甲路面咱扣5公分，佮铺5公分啦。因为市政府有发现一寡咱路面的问题，毋是干呢扣5公分、铺5公分，就已经做解决所以有针对一寡咱公线的问题也好提出一个路平专案主要有啥物物件咱来看这个所写板家因为咱路平专案做了是爱禁乌3年，就是讲做好了后3年拢袂用来开乌啦是是，所以阮会伫要做路平专案之前邀请所有的公线单位来开一个会讲有需要来台新讲的，还是讲有一寡自来水讲，比如讲旧的要换的这个时阵爱先这来甲咱换掉换掉了后咱嘛拢知影讲咱的人手空挂，其实伫路面对咱骑车的人还是骑多摆其实这拢是真大的影响对，所以阮要求这公线单位尽量甲所有的空挂拢总落地目前阮的做法是安尼就是讲有一寡咱卫生的，比如讲雅士的迄种法改还是讲咱
自来水的迄种吼，咱无叫伊落，其他拢总要求落地。嘿，落地了后吼，咱就像看吼，因为咱这边专毋是干那做路吼，包括咱一寡分隔岛，早期分隔岛用了时间久了吼，伊自然的老化了后吼，保护去，会失去伊保护，即个咱车辆行顺的安全吼。即个部分我来顺续甲做更新。更新了后吼，搁有一个物件吼，咱有的路原来伊体质就无好，体质无好意思就是讲。伊原来路底就无好吼，所以咱点仔加封起了后，其实毋免偌久，迄个所在会搁落落去。针对这个部分，我嘛会先甲这个路底做一个改良了后，再做路面的迄个改善啦。搁有吼，咱有电车伫路面看到，有的所在讲会积水嘛。这主要就是讲咱的下水坡度做了无好。咱伫路平专咱买重新搁来调这个下水的坡度。这拢做了后吼，阮。有一个较特别，讲阮路平是做2沿吼，咱普通点仔是做5公分，咱是做10公分，所以10公分铺了后吼，有诶头拄咱讲无落地遐个拱山单元，人手空挂，伊就爱配合咱来调平吼，最后甲标线画起，这就是阮规个路平专案的一个流程，所以其实伊个流程是足复杂的吼，所以时间上会较久一煞。所以等下阮路平专咧做吼，民众来讲，原来一个工程做遮久，对啊，因为伊毋是一般讲咱抠5公分、铺5公分，可能2、3工就好，所以这时间会较好。毋过吼，咱做了后吼，除了讲咱路面的品质会较好，时间迄个使用年限会较悬以外吼，搁伊的平整度吼，也是讲伊的道路景观，拢有足大的提升。所以这部分就是讲嘛爱民众吼，咱伫拄着阮路平专咧做的时阵，然后影响着，尽量嘛甲阮了包含体谅者。因为吼，虽然讲这路面咧铺路啦吼，毋是咱民众一般的人会这个业务啦吼，但是咱因为逐工拢爱踮路面行吼，所以伊咧铺路的时阵吼，影响着民众的这个生活啦，所以难免啦吼，你若伊铺足久吼，对着这个民众吼，难免拢有一寡民怨啦吼。头拄仔咱吼科长咧介绍的时候，说实在的，我来讲啊。这路平哦，说实在的，这跟咱民众哦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讲你讲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也有关系，就是讲，咱逐工吼伫这个路面咧行吼，迄跟咱的生活息息相关啦吼。但是就是讲一寡专业吼，像拄仔咱科长咧讲，迄铺5公分、扣5公分，这吼有一点嘛，咱像专用的一些术语吼，民众好像听不太懂。我们这个机会哦，长知识一下。就是讲一般咱的路面，咱就拢讲。甲点仔加扣5公分了吼，这是规定哦，这是一般的路面。阮路平是较高规格的路面的做法，所以讲咧扣10公分、铺10公分，顺续做一寡爱改善的，做伙拢改善落，等于讲规条路做了，其实这条路的品质就变得好。所以吼，一般的铺路甲路平专案无相的，就是这个所在啦。上大无共就是伊要铺2沿。铺路都真古早，阮从细汉看到即马拢嘛咧铺路啊。是啊，咱即马就爱叫一个路平专案，就是因为有加这10公分出来。10公分，搁有咱这人手讲有落地，咱这路底嘛有改善，这拢是因个特殊的所在。咱以前通常就是扣5线，咱搁铺5线起去嘛。所以原来有诶一寡路底无改，后改嘛是得去下去。所以路平是较彻底改善一个路面的做法啦。就是讲这个路平内底较丰富啦。是。以前较算讲较简单扼要啦吼，即马内底这个施工的这个过程较功夫啦，内底搁有一寡吼较不一样的内容伫内底啦吼。那么我知影讲这个路平专案中间已经吼实施足侪档啊嘛吼，甲咱乡亲来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吼，咱有几个什么较特殊的这个专案无？好，咱其实吼路平专案吼，对咱100年吼县市合并迄个时阵吼，就开始除了一般的道路预算以外吼，以前的市长甲今摆市长拢足重视路平专案，所以每一年拢有编一个路平专案的特别预算。咱讲特别预算是讲专门咧做路平专案的。那每一年大概拢编3至5亿啦吼，不定看财政的状况来讲，但是拢有编，这拢有编。咱一直到去年吼，拢总编31.4亿。今年度吼，黄市长嘛做支持吼，另外佫编3.8亿，拢总有大概35亿。35亿左右啦吼，阮佫有一寡就是甲咱头拄有一寡污水的部分吼，因做了嘛是为阮来帮因代办遮的路面的修复的，这大概有1亿3千万，所以加起来其实总经费大概投入才有36.5亿啦。因为我头拄有讲，咱路平专因为伊做10线嘛吼，佫一寡较新的一寡工款啦，所以伊造价较贵啦，就是讲伊做一系列吼，比一般可能
要甲两杯计上。哦所以，阮这路平专案嘛，毋是讲所有的路拢适合做啦，就是讲应该是安尼讲，讲咱主要的道路吼，较重要的道路重要。吼，比如讲咱交流道、联络道路，这个最重要。啊，车流量嘛足大，啊，动车嘛济，所以这就需要来做一个彻底改善。啊，搁有就是讲咱交流量大的，迄种省道也好啦，还是大条路。啊，然后搁有一个较特殊的讲，比如讲咱观光地区，吼，尤其是咱的赤坎路也好，还是孔庙周边，在路吼，其实观光客来嘛，观光客来啊，互好印象，互人好印象，互咱路况会较好嘛。所以这我买敢纳入路平专案。这是咱台南市的门面啦。是。啊，搁有就是咱有的路平哦，一节做到尾吼，有的剩一节啊无做遮，吼，我嘛会用路平甲接起来，互伊规个路网较完整。哦。嘿，所以这嘛是一种阮经路平专案的一个方式吼。啊，最后就是我头拄讲的。污水吼，污水若你做的时阵吼，咱安尼想，伊污水最好若去封一遍，吼，啊伊干伊封伊做的部分啦，吼，那其他无做的，变成咱即马大家民众，你讲啊有的吼路安尼铺一边，啊一边无铺，所以即阮来甲水利局来协调讲，安尼拢由阮来做，啊你但是吼钱爱互阮啦吼，就是讲伊阮来铺还是互阮，啊阮家己搁轻一寡钱来投安尼，啊甲遮的物件嘛拢做一届拢甲做好起来，即阮路平专案吼，伫选的路定的原则大概是安尼，啊。咱规个执行成果吼，就是甲108年吼，大概拢总有做176个路段啦吼，啊嘛大概完成差不多200公里，啊我头拄讲迄人手工落地吼，大概有落12000粒，嘿，啊今年度的路平嘛318，啊目前嘛拢伫执行，啊阮差不多会使做差不多30公里啦，嘿，啊年底应该拢会完成安尼是。哦，那么吼，我请教就是讲路平嘛，啊就是路不平，搭要个路平，吼。啊，要甲路平，吼，因为这个路不平一般啦，咱的观念啦，吼，可能就是落大雨的时阵吼，可能忽然一个大窟窿，吼，但是咱的路面咧开车是咧骑机车的时阵，你会发现讲，迄放条椅啊伫遐，就是所在一空，啊，有的人会提醒讲，吼，咱骑车是用开车，尤其是落雨天吼，迄视线不模糊，有人看不清楚，迄个所在吼，甲放一条椅啊，踮遐吼，互你要经过的时阵知影。啊，咱知影讲吼，路雨会造成吼，这路不平，啊，佫有啥物原因啊？这嘛爱甲大家观众说明一下。咱的点仔咖吼，其实伊的组成成分是啥物？就是咱讲小石头啦，啊，佫一寡沙，啊，佫来就是咱的点仔咖啦、沥青啦。伊的充分混合之后，啊，这石头甲沙其实是靠咱这沥青去甲做交结。啊，因为咱的点仔咖其实吼用久了吼会老化。所以咱路面啊，使用久伊会自然老化，啊老化了伊就有一寡咱讲的裂缝啊，啊裂缝其实若落雨了，水会吸入这裂缝吼，啊个动车会行来行去，会甲内面的一个结构物吼，会松安尼，啊咱落雨大雨来了吼，会容易甲这石头拢掏空，啊所以就是变一个坑。这大概就是讲咱路面哦，因为自然使用老化的状况是安尼。啊，咱在市政府是安尼吼，就讲照你讲，若落雨天，咱是无适合去铺点仔架。因为咱点仔架是应该是好天才来铺，但是若落雨天有窟窿的时阵吼，比如讲风台天啊，啥视线佫无好，啊，这个时阵民众若经过这个坑就危险嘛，所以阮这个做法是安尼吼，就是讲若落雨天有坑，阮会先去用咱就做美丽包，就咱冷了先甲临时补起来，上少甲迄个补起来，莫有坑，短暂的，嘿，莫有讲车过去急救，哦，啊，听若讲若好天是好天了，阮就用阮，因为阮哦，最近可能甲各位观众报告者吼，阮台南市有。全国吼唯一2场公办的点仔架厂啦吼，就是 AC 厂吼，啊一场是安南区，啊一场是伫南区国民路遐吼。阮这2个 AC 厂吼，毋是干咧会用出点仔架料以外，阮后机械、后人吼，这拢做专业，所以若拄着这种有坑的所在吼，阮其实会做及时性去做修补，所以这就是阮台南市较优势的所在，所以阮会用做及时去修补这路面。讲一个题外话吼，因为进前咧落雨嘛吼。差不多半个多月前吼，迄阵啊无落雨落甲足厉害吼，啊，因为迄个好像是荣誉街遐迄个铁基路啊，不是掏空吗？吼，然后我就看电视的画面吼，那个就是一直赶快抢救嘛，啊无即马吼，因为掏空的时阵，迄个铁路迄个火车袂当通行嘛吼，啊我就看到讲落雨啊，啊搁底下咧铺啊。啊，我就会很纳闷呐，哈！以我的常识，我们当然没有那么专业哦。我想落雨，啊，你搁底下咧铺，啊，敢会搭？好，这方面吼，是不是嘛？趁这个机会，互咱的民众一个机会教育。咱其实伫道路吼，即摆面临的问题有2个哦。咱记咱823那时候就是2年前823，迄时阵吼，咱毋是有一寡
坑，对，大坑的人讲天坑这个物件其实嘛要甲各位观众报告一下，天坑这个物件其实毋是路面的品质无好啦，伊的一个坑表示讲下骹吼，因为咱路下骹有一寡管线，比如讲咱的箱涵嘛有管线，是讲一寡连接管，迄拢也是自来水管，面顶会有透空，主要就是讲下骹的土，咱路面下骹点下骹的土吼有流失去，动车到才切落去，所以其实迄个物件是下骹的管有可能破去，才造成透空。其实迄毋是咱路面点甲无好啦，所以迄其实是一个误解。即马市政府针对这部分，其实嘛拢有做一寡检验，比如讲咱箱涵，较老旧的箱涵哦，水利局嘛做积极甲中央争取经费也是咱改变的，去做遐箱涵的老旧的修补。自来水的部分，我嘛拢有要求自来水爱去做日常的检查。所以这部分就较袂造成安尼。这个路面其实是无关的，所以有人讲是路面偷工减料，其实毋是。所以咱今日吼，就是透过咱的节目吼，互咱的一寡工程啦吼透明化啦吼，因为一般的民众吼去遐看嘛看无，你也徛遐看，好奇你也看，你嘛看无啦吼。我要请教咱科长就是讲哦，一般啦民众啊。当然了，我们都不是很专业但咱看咧坡路地生气嘛吼，因为你影响着我吼行走的迄个顺畅嘛吼所以呢，有阵时民众比较容易造成民怨的，就是讲路面的迄个孔盖可能足济因为孔盖若济话嘛是会坎坎坷坷啦吼。再来就是管线挖掘太频繁，有阵时你来看讲，今仔日台这行，明仔载搁咧台这行，后日搁咧台这行，是哪无爱做伙台搁来就是讲回填。你就头拄仔你讲的，落雨嘛，你就突然间向去甲补起啊。可是，迄补起来咱就看有啊，咱像咱衫吼，你若甲补一块，咱嘛看有啊。你若规领拢改吼，无看到。可是你若向吼，这一坑你甲补一块，补去遐，大家看拢有啊。那么这种的情形当然啦，咱要互咱的民众爱体谅嘛，有时候不是愿意啦，伫这个当中咱透过今日节目互咱的乡亲朋友了解，好不好？就是讲，头拄主任讲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咱人手工课伤济啦伫咱台南市拢总我安尼介绍者，拢总有41个公线单位，40个，人手工课大概要到40万粒啦，其实是算做济。一年一年开学的迄个深挖次数大概有12000件，12000次的深挖啦所以其实确实无毋对，咱的深挖次数足济。那人手工课要哪互伊降少，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我头拄有介绍讲，阮路平专咧做，其实阮是要求几乎啦阮路平专咧几乎90%以上的人手孔盖拢会落地。其他较重要，比如讲阮的齿刀，齿刀改善，还是一寡裤刀改善，还是前瞻的计划这部分我嘛是拢会要求公线单位会用落地尽量落地。当然有的无适合落地啦，咱坦白讲就是讲，雅树这真正袂用落地，因为雅树讲落地，伊若譬如讲有一寡问题你要叫伊去关雅树啊啥，伊去挖掘，这拢袂赴。所以雅树原则上我无可以落地，搁一种就是讲咱消防栓迄嘛袂用落地啦，因为伊要救火你用，所以但是这拢是占少数，大部分拢会落地，所以阮豆豆来工程做，一步一步，甲这个人手工的数量减少，搁有就是讲人手工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伊的咱的摩擦系数是较低啊，因为伊是铸铁铁较骨。所以即摆阮嘛有规定，讲新做的这个人手工若是无落地伊的抗滑系数爱有，咱讲 ppm 50%这就是中央即摆做规定的，这我嘛已经有要求啊。漂面讲咱奥多摆会徛伫面顶会触倒去，款的意思。对，你着奥多摆啊徛伫路顶，若是拄好伊奥多摆的迄个轮胎个眉，迄个眉较薄啊因为都比较轻啦你若像你讲的急刹。还是落天，都容易发生危险啦还拄咱科长咧讲的时候，佫有一个专有名词落地啊我咧想，咱乡亲朋友甲我是想听无？落地就是讲，咱原来看到一个人手坑嘛，那下地就是讲，我甲这个人手坑踏入土坑，我点仔甲砍过去，后盖就看无迄个坑，但这个一个问题，就是讲后盖，比如讲咱的迄个台电的落地啦咱后起新厝，讲我要清水清电清钱。伊就爱甲堑悬起来，伊堑悬起来，再来绕这个地，迄个落地就会减少咱人手工课，主要是安尼。是，安尼咱个长个知识啊，所以看咱的节目还不错咧，咱安尼了解后摆你去看，你就会当变专业啊佫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当然啦，咱咧修理路的时阵啦还是讲咱咧挖路啦一般啦当然不要紧啊，你做你挖可是就是安那，咱开上班、下班，还是讲
上课下课，迄个时阵拢尖峰时期吼，大家拢出来啊，哇，一出来吼，佮拄着迄个乌路，哇，这个时阵吼，就会造成那个交通拥塞啊吼。那么伫这个情形吼，咱市政府要安怎？也袂使无乌啊，吼，也袂使无时间啊。啊，但是民众去的行过的怨叹啊，咱要安怎改善这方面？其实这部分吼，就是讲，公线单位的时间吼，他都主持人讲，就是讲上班下班，也是讲咱连续假日啊好，这种其实车流量拢足大的吼。啊，其实即马市长吼之前因为一寡公线单位有造成咱交通影响，所以民怨足深的吼。市长也有正式要求吼，所有公线单位吼，咱讲上班时间就是7点到9点，啊个下班时间就是下晡5点到7点，啊个连续假日吼，譬如讲咱后礼拜的迄个端午节连续假日吼，这段时间，公线单位拢袂用去时间，这其实已经有预定啦吼，迄个时间阮就用用这无依照交维计划去甲开发，这就是要避免讲咱上班尖峰时刻吼会塞车的情形啦吼，这是部分。啊，另外就是讲，阮公线单位若你学的时阵吼，其实我嘛是会要求因讲，依照因拢会送一个交维计划，就来互阮审，就是讲我要安怎尽量做到讲，或者交通较顺一丝啊，袂造成危险，所以阮会去要求，嘛要求伊做较到安尼。咱刚才讲吼，比如讲施工的这个时间是暗时啊，因为这个时阵总是无那个交通比较没有那个严重的时候嘛，刚有可能是。这有好有歹啦。比如讲，阮做路面的时阵吼，因为阮这种试过，重要的道路其实阮即马拢是用夜间施工啊，就是暗时去施工。暗时施工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边仔的住户吼，嘛会卡即摆讲哇，我明仔要上班啊，所以你搁咧早，这是所以阮两难哦。但是目前阮的政策就是讲，若伫重要的道路，比如讲，往未来吼，将近要做中华西路这段车流量就真正大，所以阮绝对是爱暗时时间。啊，这部分就是爱甲咱附近遮的居民吼，就是爱甲因保险一下，因为伊对交通的影响真正是足大的。那会大概多长的时间？原则上一个路段吼，我会影响到2天。去一天啊吼，那就是讲去一天，转来搁一天，所以上少2天。哦，2天还好啦。我通常吼，比如我按2礼拜、2个月吼，我还要民众都爬起来跳哦，大家可能暗时啊，都安尼破口大骂，其实2天尔，有当时大家互相体谅一下。是。啊，晚上施工就是讲有好有坏，当然民众拢是有的就是伊惊上班影响到伊啦，有的是交通啊，我们会去衡量说它对哪个影响比较大。那以中华西路这种省道的那种规模哦，这个如果日间施工，其实也有它的困难度。所以我们那个东西，我们就会采夜间施工。一般有当时民众会感觉讲吼，就是讲，通常咱较会注意就是讲落雨啦。啊，有当时咱就感觉讲有一个感觉，就讲，这条当时较用尔，即马随个迄个个有问题，也是讲个落汤，民众有当时会感觉讲，是不是你们偷工减料？一般啊，尝试都是这样子啦，所以这有当时对你们来讲嘛，都委屈的啊。这种的吼，就是较直发生，就是讲我路铺好吼，会有破坑。就我头先有讲有当时是光线的问题，就是讲我这条路铺好，我是面顶铺好，下骹拢好啊嘛，但是。有坑，其实这无法度去事先去知影讲这有一个坑，当伊个坑吼透空的面前有够大时阵吼，伊自然重量够重，伊就会切落去。所以这是咱咧铺路时吼，较无法度去预防的物件啦。当然这就是早期吼，因为早期施工方式有一寡讲咧食，甲即马当然无共款啦，即马咧食当然甲舒适甲共好，以前无共款的工法就会造成安尼啦。阮其实嘛拢有伫，就是讲阮拢有巡查的人员吼，阮其实。阮公所其实拢有专门的人咧做路面的巡查当然，因若发现讲，这个路面了有咧切啊，所以阮可能会先预防去甲乌开来看什么情形。所以袂讲等下伊发生的时阵，你较来处理啦。尽量去做这件代志，就是先做一寡预防啦。有当时伊就是拢讲无征兆，这就较困难。若讲了有征兆了，了有切落去，我都看到要切落去后，阮来甲开事先预防，这就做会到。所以巡查兵嘛足重要。咱像有人吼，中风啊吼，有人安尼一开始我大中风，你随发生有人是小中风啊，小可目睭咧戳，是讲迄个什么？可是你都没有注意到，那个有时候很难发现呐我请教是讲吼，
有当时吼，咱伫路林啊吼，有当时看到迄路林啊，比如讲有一坑吼，有落一坑啊吼，啊，搁有啊，有当时路林这个情况好像不是很，就像恁讲的啊，有当时你也无一定大家拢看得到啦吼，啊，拄好有一寡民众看到，那么这民众吼，他可能想要反映，那要反映的话，他要用什么样的管道？我头先有讲，其实阮拢有人咧巡查，但是吼，一个路段伊无可能24点钟拢伫遐。对啦。所以有当时啊，阮若无巡查到，民众有发现讲，有空，当然阮有一支专线，24点钟的吼，215，然后5555，这其实特好记，215啊4个5这样子，那是我们24小时的专线哦，打过去都一定有人接。我们也有24小时在做紧急抢修的，他接到电话马上就会去先把这个坑洞先补起来，夜间也一样，所以如果民众有发现，可以直接拨这个电话，那如果不好记，也可以直接拨到1999，1999的这个专线也会直接转到我刚刚讲这个电话，来通知到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来做一个处理。那么还有那个要审这录屏专案啊，哈，这录屏专案伊的选择啦，哈，就是讲什么种条件？就是我头先讲较重啊，比如讲交流道遐啦，还是讲观光地区，就是门面嘛要甲做好，大家看。啊，敢有人讲吼，民众家己去迄个投诉啊，去申请啊，阮只要需要做录屏，还是讲里长？里长，那行啊，这其实无主要用甲这种规格来做，因为就是伊的交通量无够嘛，吼，啊这。因为有当时讲，阮白白市民啊，是安恁对因较好，对阮遮好。但是阮的政策就是拢会做大条咯，阮袂去做较细条，大条这是一个政策，啊，因为伊的成本确实较悬，所以爱做伫较需要的所在。哦，对啦，是，因为吼。钱无较济啦，较重要就是安尼啦吼，钱若拢有，大家拢分的，大条拢甲铺都录屏哦。那么吼，最后就是讲，咱今仔总下嘛，最感谢吼，咱范科长来到这个所在，甲咱讲吼，这录屏专案，互咱对录屏专案有一个认识啦吼。因为讲了录屏这两字吼，说实在的，我听有啦。吼，啊，就是要甲铺平，但是录屏各有伊的迄个内容吼，各有伊的精神在嘛哈。拄啊，咱科长有甲咱讲啊。那么最后，咱科长阁有啥物话要甲咱乡亲朋友讲？是。咱其实最近有听到一寡民众哦，伫咱 FB 拢咧反映，就是讲想要一直学，搁再学啦吼。啊，其实可能要甲各位观众报告一下，讲为什么路面会一直学啦？我头拄讲一年12000件嘛，啊，为什么有遮济件吼？其实咱台南吼，这几年来吼，其实发展足紧的，所以有啥物物件做济，建难做济，建难做济，啊，咱了解一个建难吼，要起一间厝，像咱即摆这间厝内面，咱学讲线。电嘛吼，电嘛爱讲线，水嘛爱讲线，电话线嘛爱讲线，啊，搁有家属嘛爱讲线，啊，搁有一个咱正咧看的电视，迄嘛拢爱讲线。对。所以上少起一间厝，可能就要有这种五种的讲线。啊，五种的讲线，无咱集合做伙一解安尼落去。这嘛爱解释讲吼，有人建议讲啊，做伙时间较紧啦吼。啊，其实做伙时间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吼，咱看这张图做清楚。哦。咱若做伙时间可能就像这边安尼吼，规条路拢总封起来，拢袂通，因为公所拢分布嘛，所以其实咱时间嘛是爱照顺序施工，最后才由一个管线单位去把整块都铺起来，所以这个有我们的考量难度啊。所以民众一直你讲做伙做都无再问题，其实有阵时嘛是爱考虑的沟通啦，当然民众一开始动着车吼，伊的心情较无好，所以有这个有这个感觉啦，当然。阮现在做法嘛是，就是讲分照顺序施工，施工完之后由最后一个单位去做路面的修复，整块的一个修复。因为专业有专业的做法啦，咱一般拢唔是专业吧，拢家己吼，家己想，家己认为讲爱安尼就安尼啦吼。有当时因为唔是真正专业的方法啦，因为毕竟咱读较侪档的册吼，用较侪精神去专修这科吼，一定有伊的必要嘛。但咱像我朋友咧改衫啊，伊咧改衫吼，有当时人去讲，你得安怎没有想象那么容易啦，这东西有伊的专业啦。那么今天讲感谢吼，咱科长吼来到这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录屏专案的一寡内容啊，我是婉婉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